台南市112年市政总预算日前送交了台南市议会，每年度的税率编列有980亿2300多万，税出的部分1025亿外，无够的部分将以借钱来支应。不过日前民进党团刻意加发防疫的补助，但经费到底对对来？对此，议会无党联名17号召开记者会，主张退回市府112年的市政总预算，要求订编，而且要将65岁以上的健保费的补助编落到以后，才去送议会审议。因为阮主张65岁以上，这健保费爱编落足啊。因为6都该咱台南无尔，台南65岁的健保费没有编组而已啊。这原因是倒单的，原因是咱台南市政府钱足济，拢免自债。咱拢免自债，65岁我拢编这个健保费这个长辈唔免交健保费，是下讲钱足济，就是咱黄市长的，念伊遐3000，念伊遐搁要3000，伊迄钱都拢有诶嘛。利用选举的人时间来编这个预算，这不对啦不对。所以，阮有党联盟主张阮替咱台南市这个长辈65岁长辈争取伊的权益，甲因的福利。前天我们民进党党团又主张应该要有防疫补助会，那有一些条件设定，那大概有50万个一个人口数可以取得1000块的防疫补助。大概是5亿的经费。那民进党团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团，负责任的，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，那么他提出这样的主张，就应该要有经费的来源，对不对？那市府的市政总预算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大会里面来进行讨论，所以在8月23号，我个人认为，如果民进党提出这个主张，要来回应他的诉求，那他应该要很乐意，也非常高兴。我们今天无党联盟总召我们所提出来的退回112年市政总预算来重编。除了长者的健保费专业补助，另外国民党团嘛呼应民进党的防疫补助，认为要补助就一件保护到，每人2000块，而且是全部的市民拢有。那既然市政府要编，我们就要求说一定要全免，我们再来审这个预算。那在另外一个部分，民进党也有开说，他们针对防疫津贴的部分，他们希望要求补1000元，但是伫阮党团阮要求按2000啦吼，因为既然要补，就补好够。而且是全民都是补助2000啦吼，不要再有什么规定，因为毕竟这个疫情造成大家做这个困扰啊吼，所以伫遮以上阮挺无党的，嘛是挺阮家己国民党，希望讲市政府你要编，就甲预算编好，就是编好编满。黄伟哲市长为了民进党的选举，为了民进党议员的选举。他以绑架这种方式，一下子多3000，一下子又防疫津贴又多1000，安尼无够前无够后所以既然是这样子，我觉得不是绑架，我们就直接把那个预算书撕票了把预算书送回去退回，然后请市政府重新编列，要编足编好，把65岁以上的长者的健保费全免的经费编进来。把防疫的津贴直接编到每一户每一个人有2000块，而不是有排付的一个状况。会中在野党的议员一直认为，市长黄伟炽伫个任内4冬内，不但拒载无到上限，而且阁累积108亿的剩余款，平均一冬有20多亿的剩余。不过出席的财主单位却认为，虽然有剩余，但咱市的累积余储还阁有326亿爱补。如果要编入法定的社会福利，也是需要经过详细的评估。争取民众福利，退回112年总预算，退回112年总预算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